来看这调查局新竹市调查站的调查官余正宏，进前因为去告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引起关注，即马出来表出讲，伊牵涉到5000万的诈骗案，检调掌握到这余正宏将可能是投资失败，为了要把这钱拢讨倒转来，涉嫌利用调查官的职权呢去调查别个人过资。检调昨夜去敲约谈余正宏等人到案，今早起呢是以10万到50万不等交保。调查局新竹市调查站调查官吴正宏，伊个青色的喙暗，面对镜头是一句话都无讲。真正因为控告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的案件，大家对伊较有熟悉。想袂到这个案件过3年，即马标出吴正宏加入起一个5000万投资的案件，涉嫌滥用职权，私底下调告资，去互台北地检署移送复讯。本局新竹市调查站与调查官疑涉不法等案件，本局接获案件进行调查后，全主动报请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本局秉持主动厘清事实、勿枉勿纵、绝不护短的态度。吴正宏的查某朋友范定玉，伫总统府示威小食透露，伊以政治的身份去互约谈，也有牵涉不法的，包括中国信托、证券营业员陈碧川、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军官郝俊营，甲因牵手颜炳辉，也有吴正宏的朋友陈志全。专案因为台北地检署经办债券的投资案，掌握到陈碧川以投资债券，请郝俊营来投资，郝俊营则个分享予范定玉，吴正宏阁邀请陈志全来投资。后来因为投资失败，吴正宏为着要甲钱讨转来，那像利用调查官的职权，偷偷调查伊的告资，所以检调25所查，甲几个人约谈到案。检方复讯了后，2人以违反告资法甲银行法等等，吴正宏50万交保，其他的人分别是10万至30万交保。调查人员应洁身自爱，不得利用职务机会滥用职权，如有涉及不法，一定查办到底，严予究责，绝不宽待。因为被告郝俊营甲证人范定玉拢是做军职，这件代志较敏感，检方追查2个人涉案的程度。那吴正宏的部分，调查局最近会召开临时考绩委员会，会严格审议甲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